因為到6月回歸所有培生 Champs 嘅時候啦，喺呢度係洗牙，所以就唔好太大聲嘈其他人。咁啊，都本來係香港人啦，好少過海啦，咁日日喺 IHK 翻工啦。咁我哋就喺旺角雅蘭中心咧，因為洗牙，老婆非常之注意衞生。咁我覺得亦都係好 proud 啊！仁濟醫院啦，係有呢個洗牙嘅服務啊。咁啊，一年啦要洗2次牙啦，我老婆逼我一年洗3次牙啦。咁呢度咧，我係人有份，就係所有嘅 champs 咧都有一年有呢個2次嘅洗牙喺呢度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我都要去洗一洗啦。上一次洗牙幾耐？上一次洗半年，4個月，半年。查一下先。好啊，唔該醫生。2/3啦。今日唔係拍嘢嘅話，平時我喺度撳電話，咁樣撳。由於拍嘢嘅話，我發覺我有過度活躍症，係好難咁樣坐10幾廿分鐘。不過好啦，繼續啦。好啦，就係咁啦。咁好多謝咧，醫生同姑娘咧咁專業嘅服務啦。咁記得一年咧要洗最少2次牙啦。咁咧，只要你喺6月30號23點59分59秒之前加入成為培生會員咧，就人人都有份噶啦，亦都係唔使周學長日睇佢 comment post 啦。咁啊，到時見，拜拜。好希望嚟緊日子可以同培生一齊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，亦都好希望我嘅片可以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快樂同埋溫暖。歡迎大家加入培生 Derek.Love， 多謝。